知道您要来，明月亲自下厨做了几道小菜给您。这个是青龙卧雪、雪里藏针、佛手观音莲、落叶枇杷虾，这些啊都是我们家乡的小菜。我母亲在世的时候经常做给我吃，不知道合不合您的口味。明月，这个是顾淑妃生前的一些生活细节，是殿下找人在宫外找到一个曾经侍奉过顾淑妃的老宫女那里打听到的。经过再三的确认，没有任何的偏差。我知道了。明月，你想清楚了，这一步一旦踏出去，就不能再回头了。自从你我再次见面的那天起，就已经没有回头路了。这落叶枇杷虾一定要配上甘醇的桑洛酒才好吃。这个枇杷落叶虾要配上这桑洛酒才爽口。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一首诗：不知桑洛酒，今岁谁与倾？不醉郎中桑洛酒，叫人无奈别离情。是不是明月触着您的伤心事了？不，明月让朕想起了很多夜晚开心的事情。明月，你赤诚待朕，朕也不想瞒你了。没错，朕就是当今历朝的天子。明月，你是上天赐给朕的礼物。这旭娘的事查得怎么样了？我查过了，她没什么背景，在宫里当差5年，平时也都老实本分。只是听说最近几个月和一个叫张参的走得比较近。张参是谁？这个人是我的部下，平时好吃懒做，是个混世魔王。不过论起来，他算是皇后的远房堂弟。皇后的远房堂弟？殿下，衣服取回来了。好，随我去趟青鸾殿。是。喜欢吗？我之前看你穿水蓝色的罗裙特别好看，不知是否合你的心意啊？殿下有心了，瑟瑟谢过殿下。只要是殿下送的，瑟瑟都喜欢。那既然喜欢，就赶紧换上，让我好好看看。是，那殿下稍等片刻，
瑟瑟这就去换。好。殿下，好看吗？嗯，不错，清丽脱俗，娴静大方。对了，瑟瑟，我有件事要跟你说。之前给你那枚狼牙，其实是小风的，我事先并不知道，以为啊只是在营地捡到的呢。那枚狼牙真的是姐姐的。是。难怪不久前，她一直问我狼牙是从哪里来的呢。小风跟我说，那枚狼牙是他阿翁杀了狼王得来的。我想，这既然是他阿翁给他的，那就还给他吧。毕竟这狼牙是凶物，你带着不吉利。既然那狼牙是姐姐的，自然是要还给姐姐了。锦儿，去把我的狼牙拿来。是。对了，瑟瑟，我挑了一块上好的玉佩，正好啊，跟你这衣服相衬。来，谢殿下。下去，下去。自从如意进入宫中，父亲怕是以后再也喝不到他亲手炖的汤了。既然父亲舍不得如意，那当初为何狠心将她送入宫中呢？不管是皇后还是太子，都不是我高家的人，难免会有二心。皇后倒是不足为惧，一个没有皇嗣的女人，最终还得仰仗我高家。可太子呢？太子让我看不透。我总感觉，一旦他羽翼丰满，迟早会脱离我高家掌握。所以才出此下策，让如意进宫。如意从小冰雪聪明，如果她能趁此机会蒙恩受孕，诞下皇子，我高家从此便无后顾之忧了。如意侍寝之时，有安排皇后打点。皇后娘娘特意让儿子回禀父亲，她已经秘密安排了。若不出意外，如意这几日便能侍寝，请父亲放心。陛下，高相的女儿，她进宫有多久了？表妹如意进宫已经1个多月了。那朕是不是该去看看她了？陛下，表妹年纪还小，身子从小就体寒，妾身想给她多调养调养，等调养好了，再来服侍陛下。
陛下，娘娘，陛下还在御书房处理朝政吗？陛下今晚去了华西殿。什么？陛下今晚去了高美人那里，娘娘稍安勿躁。陛下这是故意在做给我看。娘娘，若要高如意得到圣上恩宠，那往后高相那边该如何是好啊？区一个高如意也敢爬到本宫头上，未免也太小看本宫了。御赐玛瑙盘10副，金花大银盘10件，玉腰带2副，金镀角盒10只，并金珠10商，银珠10商，以贺太子生辰。谢父皇隆恩。母后，今年也不是我的整寿，还累得母后和父皇费这些心思，儿臣真是过意不去。本宫正好借你的生辰走一走，并不劳累。对了，来贺的幕僚们呢？这外间自有照应，我晚些过去便是。本宫想知道，今年太子妃还有赵良娣为太子准备了什么礼物？妾身亲自缝制了一幅百花图，恭祝太子生辰，祝太子年年有今日，岁岁有今朝。良娣有心了，这百花图颇合我的心意。哦，小凤恭贺太子生辰。你就用这个给我贺生辰？这个不好吗？哎，我要送你个金瓶金罐子，你换钱还得拿去仙容了，这多方便呀！我倒是觉得太子妃这礼物甚是有新意。下去吧。不知道太子今年会赏些什么？母后，我是真不知道要用什么礼来回他那100锭金子了。要不我直接去库房给他取100贯铜钱得了。上来吧。就那个赏给太子妃了。谢殿下。太子妃，这可是唯品阁的宫廷定制。祈福？哎，干什么你？你和瑟瑟身量差不多，我按你尺寸给他做一套。
难道这件衣服是他特意为我买的？瑟瑟，这些都是给你的。瑟瑟谢殿下。太子，本宫也准备了一份特殊的礼物送给你。哦，进来吧。本宫真是没有想到，我的第一个皇孙，竟是出生在一个叫婿娘的宫女腹中。啊？怎么，太子，你没有和太子妃说吗？我今天带婿娘过来，就是想和太子商量。什么时候接她入东宫？母后，此事还需要与太子妃商议。那你们就尽快择个良辰吉日。再有，这婿娘呢，虽然出身低，可这身份得抬一抬。良缘嘛，是抬举她了，就封个宝林吧，倒也使得。太子妃，你意下如何呀？啊？什么？母后，急什么？等孩子出生，若真是皇孙，再封敕不迟啊。你这是何意呀？母后，太子妃和赵良娣确实不知道此事。即便婿娘要入东宫，也提前让我知道一下，提前知会他们一声吧。太子这是在责怪本宫擅自做主。儿臣不敢，但今日是儿臣的生辰，母后这份大礼太突然，儿臣不敢笑纳。哭什么哭？这乃是大喜事，你这是要出谁的眉头？皇后娘娘，赵良娣和我们不是不为殿下开心，只是心里没有准备。太子妃不愧是太子妃，还算大度。这个赵良娣，真是应该好好的管教管教。太子乃是皇储，为皇宫开枝散叶，那是应该的。等以后继了位，后宫佳丽3000，你作为后宫的女人，要识大体、懂宽厚，这才是夫妻长久之道。良娣，别哭了。母后，要不让良娣先回去休息吧。下去吧。皇后娘娘，请恕妾身先行告退。皇后娘娘，那小风也先行告退了。你在这里待着。母后难得来一趟，人都走了，像什么话呀？母后，
这续娘受孕之事自然是喜事，但要立刻奉子敕封，这东宫可能还要乱一阵。如此一来，我也是没什么心思处理政务，恐令圣上不快。罢了罢了，这续娘刚有身孕，真要是入主你东宫，恐怕你那个赵良娣一日都不得让她安宁。就先在我清宁宫吧，我替你照应着。多谢母后体恤。多谢皇后娘娘体恤。良娣，你先别生气，小心伤了自己。良娣，你的太子殿下说了，你的太子殿下，他说过会独宠我一人，可如今却背着我与其他女人，还有了孩子。你叫我见你，良娣。见过太子，见过太子殿下。良娣呢？良娣将自己关在内殿，除了锦儿，谁都不让进去。这般模样，如果让太子殿下看见了，瑟瑟，是太子殿下。太子殿下，是谁胡说八道？说赵良娣想不开要去寻死的。太子殿下，良娣一时伤了心，哭了一场，下人们话赶话，传的变了形也是有的。出去。是。瑟瑟，瑟瑟，既然你都知道了，那我就不瞒你了。那日我在母后宫中喝醉了酒，瑟瑟，瑟瑟，你别哭啊，都是我母后安排的，我有什么办法呀？你真的因为这事跟我生气吗？瑟瑟不敢生殿下的气，瑟瑟只叹自己命苦，讨不得皇后娘娘的欢心，又比不上太子妃地位尊崇。现如今，连续娘一个婢女都已怀了皇孙，超越了我怕是连一个婢女都不如了。他们是什么身份、什么地位啊？就算我是太子，我也没有办法左右啊，这点你是知道的。瑟瑟，你现在跟我说这些气话干什么呀？没想到，殿下这么快就忘了对瑟瑟的承诺。瑟瑟心里只有殿下，可殿下心里呢？瑟瑟虽然身份地位，但对殿下这份爱，却容不得这般践踏。既然你什么都听不进去，我就不跟你解释了。改日再来看你。良娣，你这是怎么了？再摔什么，也不能摔了那块玉佩呀！那个是太子殿下给
我说李成银，我只知道他对赵良娣情深似海，没想到他转头就跟别的女人有了孩子。你说他混不混蛋？真是气死我了！太子妃，太子妃，皇后娘娘来传话，让您去趟清宁宫。皇后，找我干什么？太子妃是东宫后妃之首，应替太子管束其他妃子，怎么还任由一个区区良娣吃醋私闹、任性妄为，简直不成体统。东宫的事情，太子妃怎么那么不上心呢？那个续娘虽然怀了太子的孩子，可毕竟身份卑微，等那孩子出世以后，你便是他的母亲。什么？你要把续娘的孩子给我抚养？那他一出生就要离开母亲，未免也太残忍了吧？太子妃说话要符合身份，这是宫中的规制，何来残忍一说？可是，永娘，你是太皇太后宫里的人，既然太皇太后指了你去伺候太子妃，想必你是个伶俐懂事的。没想到你跟太子妃1年多了，太子妃还是全然不知宫中礼数。皇后娘娘教训的是，婢子知罪。你要好好的辅佐太子妃，若是再出纰漏，再领你的罪吧。那个续娘就先在我这里好生养着，至于赵良娣，你要多多安抚，不要让太子烦恼。是母后。那个续娘究竟是什么人呢？是皇后宫里的一个侍女，听闻只是小门小户出身，并无显赫背景，怎么就会被皇后给选上，送给了太子？这太子平日里连太子妃都看不入眼，怎么就会看上一个姿色平平的寻常婢女呢？真是蹊跷。这要是皇后的意思，那更得好好查查了。听说了吗？他们俩呀，早就认识了啊！早就认识了？您不知道啊？不知道呀。不知道啊。而且呀，还送过东西呢。啊，送什么东西啦？送东西？那我可不能说。哎呀，说嘛，不能说，不能说。说一下嘛。就是啊，到底送的什么呀？哎呀，不能说。哎呀，你卖什么关子啊？快说呀！快点说呀！就是不能说。石恩公公，石恩公公，你们在说什么呀？石恩公公，听说太子妃她……太子妃？太子妃怎么了？我们把你当做自己人才说的，就问问你，你可千万别告状啊！你们想问什么？太子妃和裴将军是不是在西周的时候早就认识啊？是啊，公公，是不是早就认识啊？认识啊，太子妃就是裴将军护送迎亲回来的。哦，那就怪不得了。怪不得什么？怪不得他们关系好啊！现在东宫里都在传，太子妃还亲手做了一条护腕给裴将军呢。而且啊，他们还常常在夜里私会聊天。你们胡说什么呢？你们要再说这些，小心掉了脑袋！哼！殿下，小的该死。石恩，你今天怎么心不在焉的？殿下，最近宫里有人嚼舌根。别人嚼舌根，你慌乱什么？殿下，
您是不知道他们说的什么呀？他们说什么跟我有关系吗？我为什么要知道？就是跟您有关系。他们说太子妃不好。他们说太子妃如何不好？他们说太子妃跟裴将军走得很近。殿下息怒。这话你听谁说的？哦，没事没事，是使人自己乱嚼舌根，使人乱说的。我知道了，下去吧。是。殿下，您不会去找太子妃吵架吧？使人告退。